反正我盯着点儿，只要他一有空，我就跟他讲，好吧？沈总，你要出去啊？哦，对啊，客户在等我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那等你回来再说吧。好。爸，小妈不让我去她公司，都是你投的公司，我凭什么不能去啊？你缠了我半天，就是为了这点小事儿啊？哎，你可不可以学点大一点的事儿？我去专营公司就是跟小军哥学本事的。一个小小的财务能够有什么本事啊？啊，我已经帮你打听过了，他就是为人很本分，做事很认真，所以才会在你小妈公司里上班。他有多少分量，你爸掂一掂就出来了。你到底做了多少我不了解的事情？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回来向你汇报吗？你怎么跟我爸说话呢？哎，好，来，没事，你先回房里去啊。游艇项目是我的项目，你为什么老插手？你见了程大成也就算了，现在你还要转投另一家公司，我在这个项目里面到底算什么？我并没有说要转投其他的公司，那另外一家竞争的对手你了解吗？哪又跑出来另一家公司？什么项目？看来你是只专心注意到自己的脚下，没有注意到这市场上还有其他的竞争对手。游艇项目可是个公开的信息，有多少家游艇公司，海岸线有多少，审批手续在谁的手里，这个市场空间还有多大，这些你了解过吗？程大成是这方面的高手，我需要了解这么多吗？再说了，李小军也是业务能手，有他帮我把关。这个项目是我介绍来的，我也是为了这个项目开的公司，我在这个项目上就应该有绝对的话语权。我这是在商言商，了解竞争对手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。我很清楚自己是谁，我只是怕你走弯路。你是怕我把你的钱给拐跑了吧？蓝总，已经这么多年了，显然我们的思想一直都没有统一起来。那是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一家人。你从来没有把我放在你心里最重要的位置。你怎么还在说这些？我说了，还不行吗？沈总，什么时候回公司？我有事和您谈。喂，可可，怎么样？老板出去了。你把他给拽住啊！我怎么跟他说？他走得那么着急。不过我已经给他发过短信了，他要是回复的话呢，这就说明这个事儿应该没问题。我这边都急死了。我努力，行了吧？等我处理好客户的事，再和你谈。沈总，我等您。
老板说办完事会找我谈。老公，你们什么时候说呀？老板刚才回复了，他说很快回来，就商量这件事情。那要说的很满吗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，人家能跟我商量这件事情已经不错了。晚就晚一点，没关系的。反正你把这件事情给我说清楚就行了，要一字不落的说给你老板听，听懂了没有？我记得了，为了公司的利益，为了程总，为了我老婆的工作，请卓然公司一定要跟骑士公司合作下去。我已经在肚子里打了好几遍副稿了。老公真棒，一字不落。那我等你好消息。那我先挂了 ，Love you。在你吻我的那一天，是凄美的谎言，还是约定的永远？奢望的缠绵总是难以兑现，爱情只能再回到原点。在你离开的那一天，幸福的誓言刚说到了一半，最后的理智还是难以婉转，只剩下寂寞的纠缠。要用多少的痛，多少的爱，换回你的心？最后的等待也被淹没在深海。你忙完了？该用多少时间？好，好，那我马上过来。你才能回来？心还在期待。宝贝儿，没吃饭呢吧？老爸刚给你煲好的猪肚炖鸡汤，香得不得了啊！小俊呢？找老板谈事儿去了。是吧？哎呦，我看小俊这还真不错呀，刚到新的公司就能跟老板谈话，前途远大。那当然啦，我老公嘛。嘿，哎，闺女，趁热把汤喝了吧。没事儿，一会儿等小俊回来，我跟他一块儿喝。小姑娘这么懂事儿啊，现在知道疼人了都啊。那当然，我老公你女婿嘛。是，哎呀，老爸看你们俩这么恩爱，真替你们高兴啊。小样儿。妈，美琴来了。可可，小俊呢？小俊去跟老板谈什么事儿了，是吧？老板啊，跟老板谈事肯定是好事儿啊。是你懂什么就好事儿啊？怎么？啊，他是不是去跟老板谈关于账务上的事儿啊？不是，啊，那是谈什么？工作上的事儿？算是吧。哎呦，那不是就更不好了？沈总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酒啊？小俊，你看到我每天都是忙着跟这个客户谈，跟那个领导聊，可他们怎么就欺负我一个女人呢？我这么辛苦为了什么呀？他们为什么就这么欺负我？沈总，你不能再喝了。我要喝！你不能再喝！我要喝！你会喝，你会喝多。沈总，你不能再喝了。哎，可可，那个，他们老板是男的你？哎呦，行了，吓着我了。老王，我觉得你们一天到晚的老往可可这儿溜达干什么？你闲的，赶紧回去休息吧啊！什么呀？哦，我来我女儿这算闲的溜达呀？真是，我是一天到晚事很多啊。明天早上
一早就坐诊去。这是。哦，对呀，明天早上还要早起坐诊是吧？那回去吧。哎，好，真是。哎，闺女，别忘了喝那汤啊，好喝，香得不得了。哎，美琴，你也喝点啊。快走，拜拜。哎，拜。拜拜。可可，小俊是跟老板一个人，还是有很多其他人？妈，你紧张什么呀？啊，我没有紧张，我只是有点担心。你担心什么？你看你这孩子问的，我跟你讲啊，我闲的，我太闲得慌了。你把汤喝了哈，我先回去了。顾总，那就预祝我们的合作能够成功。那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喂，可可。老公，都12点了，你还没谈完事儿啊？我现在还在加班呢。不行，我得等你回来。哎，你跟你老板说了没有啊？好，你不用等我，你先睡吧啊。那好吧，你快点回来，我等你。没事吧？请问几位入住？是2位吗？只有1位。请出示一下身份证。那你就拿我的身份证吧。2000您是刷卡还是付现？信用卡吧。好。这小俊呢，真是让人操心呢。打个电话再试试，这孩子跑哪儿去了？这。喂，妈。喂，小俊，你在哪儿？妈，我这就回家了，马上。你到底在哪儿？周围这么安静。啊？沈总，你没事吧？哎，儿子，你身边怎么有个女的呀？妈，我一会儿再跟你说啊。哎，儿子，挂了。沈总，沈兰卓。哎呦，出事了！喂。哎，你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回家？我有家吗？今晚上我不回去了。
李小俊，妈，你还知道我是你妈呀？你闻闻你，哎呦，你这一身都什么味儿啊？又是香水味儿，哎呦，又是酒味儿的。你告诉我，你跟什么人在一起啊？我今天跟老板谈了一点事情，去酒吧喝了一点酒。什么老板呢？你是不是跟那个姓沈的在一起？当然不是了。还说谎！我都听到你电话里说了什么沈总。不，我老板娘她也姓沈。怎么又跟老板娘搅在一起了？哎呦，小俊呐，你这个样子，你怎么跟可可交代啊？妈，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啊！妈，我求你了，啊，我先上去了。哎呀，这傻孩子！老板怎么说？他是不是继续同意可以跟陈总合作呀？我喝多了，我已经不记得他说什么了。那你好好想想，他到底是不是同意了？同意没有啊？酒店2000块，你昨天请老板喝酒花了2000块啊？不是的，这个，你好好回忆回忆。回忆什么呀？回忆老板怎么说的呀？他同意了没有？我现在头还疼呢，我好好想想，这2000块钱不能白花了。我真不记得了。昨天晚上有陌生人骚扰我，我要求调监控。喂，可可，怎么样？现在老板还没来呢，你别急啊。行，那我先挂了啊。你昨晚去哪里了？你还关心我吗？我当然关心你，你彻夜未归，我还担心你出事了呢。我是为了项目上的事儿。那就好，那就积极配合陈大成那边，好好把项目做好。我知道，项目重要。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已经有好几家投资公司愿意投资了，我一会儿再去谈一家更有实力的。看来这500万没有问题的，等我的好消息啊！好，全部搞定，就差你们骑士公司的公章了。这么快就筹到这么多钱？我也没想到我这么厉害呢。照这个发展趋势，那筹5000万也不是什么问题。不行，什么不行啊？不能用骑士的名字。为什么呢？我的意思是，
前期如果可以筹到这么多资金的话，就不要再用骑士的名字了，甩掉它。大成，你这可是飞单，如果让集团知道了，你要吃官司的。所以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成立一家新的公司，你是法人。我？对。你走到幕前，我们在幕后操盘。哦，这样的话，这个项目就和骑士公司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也就没有法律责任。我这么做，也是不希望骑士卷入我的私人恩怨当中。有道理。那我们要赶快成立这个公司。我托的关系，10天之内应该差不多，时间上我们还赶得及的。没问题。哎，你说，一不小心，我怎么就摇身一变变成董事长了呢？你看，我把你变成总经理，你又把我变成董事长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们2个越来越般配了？那就敬我们的李晨董事长。程大总经理。喂，沈总，你是来公司了吗？我在公司门口，你出来一下吧。哦，好。你没事吧，沈总？昨天晚上？收着吧。这是什么？我怎么能花你的钱了？这是昨天晚上的。哦，这个我昨天晚上只花了2000，其他的你拿回去吧。昨天你照顾我这么好，我应该好好谢谢你。这都是些小的事情。我胃疼，你给我买粥；我被车撞了，你送我去医院，还一直照顾着我。你干了这么多的小事儿，我真的很感谢你。没事儿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沈总，其实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。我们边走边说吧，我客户还在等我呢。你会开车吗？会一点。那你来开吧，我昨天喝多了，现在头还在晕呢。上车吧。对不起啊，沈总，我有点不习惯。2个轮子跟4个轮子还是不一样吧？对。既然考了车证了，就要多练练手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就把我的车给你开了。啊，这怎么能行啊？不行的。怎么嫌弃给我当司机啊？不是，我觉得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。我觉得还是好好的当一个财务最好。你是这么心甘情愿的做一个小财务啊？我之前跟你说过关于你事业的规划，你考虑怎么样？我觉得我还是想做一个财务，想跟我老婆踏踏实实的过个日子。我觉得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就已经挺好的了。对了，沈总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。先把车给开好吧，把手放在这儿，那边的手。哦。就这样开，听见了吗？沈总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公司还有点事情，我先走了。可可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找你们老板啊。找我老板干什么？那你半天都不给我一个结果，我想亲自跟他说一说嘛。哎，你的办公室在哪儿啊？这就是我办公室啊。就这儿啊？那他也太欺负人了吧！我就得找他去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。你找我老板干什么呀？他不在啊。怎么当老板的老不在公司的？
那当老板的不都是这个样子吗？哦，对了，我把一个 U 盘落在那个骑士公司了，你跟我一起去拿吧。啊，快，跟我一起去。可是我还得跟老板说事儿呢。我先出去给大豆子买点画画的东西，一会儿等大豆子醒来，就给他先讲故事吧。好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孩子长这么大，还不都是我带的？你快去吧。这里是合作方，还有一些游艇相关的资料，你看一下。对了，大成，如果我们的项目进展顺利的话，那李小俊是不是就可以离开卓然公司了？为什么突然问到李小俊？因为我们都甩开骑士公司，单独和齐志强合作了，那这个李小俊留在卓然也没有什么必要啊。为了给自己的女儿一份属于她自己的事业，所以在这个项目上，目前沈兰卓还卡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，但是他的心思完全不在项目上面，所以对我们来说，李小俊还是非常重要的筹码。你要拿什么 U 盘啊？那我帮你去拿吧。不用了，算了吧，要不就不要了。你怎么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啊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没有啊，我能有什么事情啊？反正我觉得怪怪的。最近你妈也怪怪的，你晚上一晚回家，她比我还着急。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抓在你妈手上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可能有什么把柄呀？我可是光明正大的。再说了，这哪有婆婆帮着媳妇儿抓儿子把柄的呀？那她为什么最近这么奇怪？这个是因为我妈更年期。嗯。金总。催款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啊，这是代理商给的支票。咱们这个月公司业绩上升的非常快。太好了，继续努力。金总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你说。我们公司最近业绩上升的非常快，我负责代理商有好几个，我想这个奖金提成可不可以再升几个点？几个点？啊，不多，2个就好。2个点，那岂不是每笔就要多给你2.5万？啊，是这样的，金总，其实除去成本，咱们公司还有20个点可以赚的。你可真是越来越聪明了，我可真是小瞧了你。行，只要能给公司带来利润，2个点就2个点，我同意。啊，谢谢金总。不好意思来晚了。没事没事。姨爷，这是什么？这是5万块钱。姨爷，我特别感谢你，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借了那么多钱给我。这么快就还钱？不用这么着急的。要是家里着急用，就先拿去用吧。那哪行啊！哎，要是所有债主都像你这么想的话，我家也没那么难看了。再说了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姨爷，为了感谢你，今天我请。那我就不客气啦。妈，这大
大豆子都醒了，你怎么没给他讲故事啊？哎呦，我给他讲了半天的故事，他听都不听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跟个木头人似的。大豆子，你看，妈妈新给你买的画笔，你喜欢吗？大豆子，你看看喜不喜欢这个画笔啊？大豆子，这个孩子有轻微的自闭症。自闭症啊？你别激动，你怀有身孕，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如果母亲在怀孕期间情绪不稳定，对孩子的性格成长也是会有负面影响的。那他这自闭症是不是因为我在怀孕期间造成的呀？这个还不清楚，但是你们家长的情绪和家庭不健康的气氛，肯定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发育。你们大人关系好。我不能再有别的想法了。还在等待你说那句 I love you。陈姐，那个下午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？下午没其他什么事儿。那下午我们去看电影吧，我电影票都买好了。看电影？什么电影啊？一个惊悚恐怖片，特别刺激，特别逼真，特别吓人，评价特别好，好多人都去看。我好不容易才买到2张票呢，每次都满场。我们一起去看吧。依依，我从小到大都不太看恐怖片。啊，那下午你陪我去买衣服好不好？啊？买衣服？因为以前一直都是我妈陪我去买的，这个男人和女人眼光不一样嘛，所以我想让你去帮我参考参考。好吧，我陪你去。那你等我一下，我去一趟洗手间。
喂，啊。什么？自闭症啊？医生说了，是轻微的自闭症。天哪，怎么会是这样啊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？老天爷要这样惩罚我？自闭症？我买彩票买这么多年没中过奖，我儿子怎么就中这个奖？人家医生说了，家长的负面情绪和家庭不健康的环境，就会给小孩子心理成长造成了影响。医生说，医生说，我看就是你把儿子弄成这样。哥，你别这么说。我们这么多年是少你吃还是少你喝了？啊，你怎么就情绪不好了？我情绪能好吗？你都堵到家里来了。再说，我现在又怀孕了，我要辞职，在家照顾大豆子。现在孩子有病，你开始担心这个家了啊？你要是早关心这个孩子，事情能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吗？我怎么就不关心孩子了？刚生了大豆子才2个月，你就要出去工作，你给孩子才喂了多长时间奶啊？要不是我起早贪黑的给大豆子冲奶粉，孩子能长这么好吗？你说说，你的心思什么时候放在这个家过？妈，我现在不想解释这么多了，现在最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把大豆子的病治好。我们不要再吵了，行吗？我们要为齐志强准备一场精彩的秀。大强，你放心，各类媒体我都有关系，1分钱都不用花。而且这么大的新闻，财经频道一定会主动找上门来，所以呀，你根本就不用担心。对了，大乔，这段时间呢，还有投资商在陆续投资进来，这就说明我们项目启动以后的后续资金，我们都不用愁了。保留实力，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我只要齐志强的钱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孙天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妈，现在家里氛围这么不好，我想带着大豆子单独出去住。你敢？这是我们张家的孙子，不允许你单独把他带走。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为了大豆子的健康着想。这个家再乱也是自己的家，你搬出去住是算什么呀？你出去是想找谁呀？妈，你怎么这么想呢？你不就是不想让孩子听见你们吵架吗？那好，我把孩子带回老家去，这样总行了吧？那怎么行？我是大豆子的妈妈，她怎么能离开我呢？那我还是孩子的奶奶呢，孩子给我，给我，妈。哎